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我们去上方山玩，出发。我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吃的童子鸡啊什么的，都是外公去上方山买的。我和镜子都是苏州人啊，上方山竟然还没有去过，我认为值得一去啊，因为那里是华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次生林。哇，刚到这里就被震撼了，这个荷花池，夏天有多漂亮！进来了，今天又是没什么人，基本上我们包场。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治平寺，南朝所建，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了。乾隆皇帝来苏州的时候曾经在这里住过，环境是没得说，苏州是人杰地灵，这里现在一片荒凉，可以想象曾经这里是多么繁华。朋友们，爬了这么多苏州的山，我算是发现了，苏州只要有山，这个山上肯定有乾隆御道。爬到上方山上面，石湖尽收眼底，后面这个叫望湖楼，乾隆皇帝就在这个楼上，一边欣赏石湖的景色，一边听我们苏州评弹，就把这个说书的人就请到了这里。镜子，你看看能上去呢？哎呦，上不去。哦，上面封掉了，封掉了。朋友们，我们好像发现了什么。哦，上面是猴子。哇！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。最直的都这样子。哇，3只猴子。哇，4只。我不能给他看到，看到他要抢了。他们会抢手机吗？抢吃的。今天真是赚到了，竟然看到猴子了，而且是野生的。镜子，你去跟他们好好呢。哦，不是，我手上有没有吃的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，我感觉很感动。这才是大自然应该有的东西，人与自然就是应该这么相处。给你吃个栗子，我有点害怕。栗子，哎，拿到了。他们开栗子，很厉害的。哎，花生瓜子吃的比我们都溜。哎，不可以爬上来，下去。哎，快！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走吧，我们要顺利的穿过这里。饭上来个瓜啊，写的瓜。这只小猴子还在喝奶，好可爱，可惜我没有吃的了。这里的生态环境确实好。40分钟到顶了，这里好像有人在说书啊，我们去看看。对的，那么我们要讲的，你组织呢是你想的话没关系，那么别批过去，原则最高。哎，你是清朝老开了什么书的？这里就是山顶的楞茄塔，建于公元608年，隋朝大业年间。火山楼，回家。